算你比賽攞第一，同你比賽唔係好嘅成績，如果你真係有機會入咗行之後咧，就係大家都係從頭嚟過啦。Hello Hubert。Hello， 揾我做咩嘅先？我都知道你係選秀節目出身嘅喎，嗰陣時有啲咩心情啊？嗰陣時啊，其實真係誤打誤撞咯。參加呢個比賽都係冇諗過嘅一件事嚟嘅。嗰陣時讀緊大學，咁係一個我嘅宿舍朋友幫我報名嘅。咁啱嗰陣時考完試就好似一個成 break 咁樣去玩嘅咋。知道有得做歌手，嗰陣時係咩心情？即係一路做一路去接受呢件事咯。由細到大自己係中意唱歌，但係從來都冇諗過將唱歌變成自己嘅一個事業。依家都有好多選秀節目，有冇啲咩 tips 可以話翻俾啲觀眾聽先？我覺得最緊要係去享受咯，趁住呢個機會去同你一齊參加比賽嘅人認識下，大家去交流下喺音樂上。結果就真係，就算你比賽攞第一，同你比賽唔係好嘅成績，如果你真係有機會入咗行之後咧，就係大家都係從頭嚟過啦。之後又有機會做演員咯喎，兩者有啲咩分別咧？一開頭冇諗過自己有機會做戲嘅，第一次參演係咪叫誰家灶頭無煙火？嗰陣時我係飾演一個酒吧嘅駐場歌手，即係啲主角喺前面傾偈，我喺後邊喺度咁彈下琴啊。但係之後再有比較重嘅角色啊，重嘅戲份，我覺得唱歌同演戲都係情感表達。咁我覺得兩者咧係都相輔相成。我喺演戲過程入邊學習到識得點樣將自己嘅情感去釋放、去抒發出嚟咯。咁呢樣嘢都幫到我唱歌。